點樣去征服能力強嘅員工呢？嗱，通常咁問呢，都係管理新人嚟嘅。做管理有一定經驗之後咧，你都會明白一個道理嘅。能力強嘅員工係唔需要征服嘅，能力唔強嘅你征服佢都嘥氣。我喺柯達嘅時候，直接間接都帶啲銷售團隊幾百人，自己創業公司都過百人係嘛？咁近20年嘅團隊管理經驗話俾我知咧，管理係因人而異。因材施教，唔係從一而終嘅。判別一個員工咧，無非就係態度同埋能力，就呢兩樣嘢足夠㗎啦，唔需要有其他嘢。有人話我要睇一個員工嘅積極性，積極性係態度嚇。咁忠誠度咧，忠誠度都係態度。咁關於啲咩創新力啊、領導力啊、執行力呢啲，但凡有個力字嘅就係能力，明唔明？咁你話評價一個員工係咪歸納呢兩個指標就足夠啊 ？OK， 嗱咁我哋就用態度能力呢個模型睇睇應該點樣去帶團隊，點樣去做管理。嗱，呢度縱坐標就係態度，橫坐標就係能力，係嘛？咁唔同嘅員工咧，我哋就將佢放喺唔同嘅象限。佢態度又好，能力又強嘅話，咁我哋咪擺第一象限咯。OK， 咁佢態度幾好嘅，能力一般啦，咁我哋就將佢擺喺第二象限。態度能力都唔得嘅，咁咪擺喺第三象限咯。咁有啲能力幾強嘅，但係態度一般啦，咁我哋就將佢擺喺第四象限。嗱，你睇下所有員工係咪都可以按照呢個標準分成呢4類啊？咁接落嚟，只要我哋明確每一類員工嘅管理辦法，係咪即係相當於每個員工都有咗一一對應嘅管理方法？咁管理係咪就變成咗一件套模板嘅事啊？係咪好簡單啊？唔似你原來想得咁玄學咁複雜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從第一象限可以睇下，呢啲員工態度好，意願強，對你又忠誠，咁能力最優秀，咁你仲管咩？呢類員工只要你同佢協同好公司或者部門嘅發展願景，亦即係大方向明確咗，咁你咪大膽交俾佢做咯，係咪？俾足夠嘅空間、足夠嘅自由度佢，明唔明白？明白。況且佢喺某方面嘅能力分分鐘仲優秀過你，你係都要佢按你嘅方式去做，佢難受你又得唔到咩好結果。嗱，記住，當佢得唔到你嘅授權，亦即係話得唔到你嘅信任咧，你哋嘅分手就係遲早嘅事。咁樣嘅員工你一放唔開手腳，基本上你哋唔使瞓覺啦，肯定就帶唔好團隊。調翻轉係你應該將啲時間精力騰出嚟，放喺第二象限嘅員工身上。佢哋對公司對你係認可嘅，係咪？亦願意跟住你去做，肯吃苦，願意學，係咪？咁就係能力需要提升咯。可能係啱畢業無奈啦，欠缺經驗，又或者本身個人咧係真係比較老實嘅，靈活性差啲。但係你知唔知咧？咁樣嘅員工係上天賜俾你嘅寶貝，你要好好珍惜。點解咁講？首先第一個，呢類人一般就係人品在線嘅，你唔會擔心佢會出賣公司嘅機密啦，竊取公司嘅利益啦。佢亦唔會喺日常工作當中去玩嘢，或者搞辦公室政治。你可以同佢背靠背作戰，唔需要有任何嘅提防，唔需要去留心眼，反正就係安心放心，節約咗你唔少嘅管理成本。而佢哋需要嘅係你對佢哋嘅內心嘅栽培同埋帶教。啱啱開始，我建議你哋手把手咁帶佢哋，好嘛？一步一步不厭其煩咁向佢去示範，俾指引佢，俾足標準佢，好冇？每一個動作，每一個工作都幫佢逐步去拆分，留意佢哋嘅進度，及時去指正。嗱，做完啦，唔好理好壞，都一定要同佢復盤下。嗱，就係咁簡單，將 PDCA 應用喺佢哋嘅帶教身上。我咁同你講，即管對佢哋投入，我同你哋保證性價比超級高。只要係有心人假以時日咧，只要唔係太蠢咧，肯定會成才。佢會帶住受你栽培嘅感恩之情咧，對你對團隊都絕對忠誠。而且你會喺佢身上咧睇到你自己，因為點解？佢哋係模仿住你哋嘅成長嘅，深深咁刻住你嘅基因，係咪？終有一日，佢哋會成為你嘅左右手，你嘅核心骨幹。因為你哋風格非常之一致，而且非常默契，彼此之間仲有一份無條件嘅信任，係嘛？創業路上有咁嘅小伙伴，係咪非常幸福？嗱，當然謹記因材施教，千祈唔好將佢做後勤嘅料，夾硬畫餅，夾硬將佢送去銷售前線去送死。你出盡辦法都係得個失望，佢就俾你捽到半死。本來自信就有限嘅，邊經係咁樣捽啦，係嘛？又或者能力實在太咩嘅，即係你態度。再好都算啦，好嘛？唔好勉強，畢竟你唔係開緊職業培訓中心喎，係嘛？你發工資就相當於喺勞動力市場買一件產品翻嚟。喂，唔可以話商家服務好好，態度非常好，俾對唔啱着嘅鞋你唔啱買嘅，你都一定要買噶嘛，係嘛？特別係初創團隊，你嘅時間、你嘅精力真係非常之有限同埋珍貴嘅。假如佢嘅成長需要你太長嘅時間，你邊耗得起啊？係嘛？唔好良心過意唔去啊！話唔埋人哋去到第二度發展仲好過跟住你咧。好啦，咁嚟到第三象限，唔使廢話，直接開，好嘛？唔好浪費你嘅時間，亦唔好浪費人哋嘅發展機會。嗱，開頭我講咗嘅呢個態度咧係一個廣義嘅定義嚟嘅，佢唔單止係代表工作態度，仲包括對公司發展願景嘅認可啦，對老闆你嘅人格魅力嘅認可啦，係嘛？呢個唔似係能力可以提升喎，佢更加似一個人嘅性格係唔可能改變。By the way，呢個時候我希望你 review 下呢個人係點入嚟嘅，當初點解你睇走眼？OK， 咁我嚟到第四象限。嗱，第一個你首先要思考下，嗱，佢係一個有能力嘅人嚟噶嘛，係嘛？亦即係喺勞動力市場，佢理論上係吃香嘅。咁點解會嚟到我哋公司會選擇我哋？但係又點解入咗嚟之後，俾你感覺佢態度唔得咧？
其實咧呢個裏面無非就係兩個問題嘅，一唔係就係待遇問題，一唔係就係情緒問題。咁如果係待遇問題咧就好解決啦，係嘛？錢可以解決嘅問題就簡單，用錢去解決。嗱，只要一碗水端平，平衡好團隊裏面其他乖仔嘅待遇，該對佢提薪就提薪，該俾獎金佢就俾獎金佢，係嘛？待遇到位咗啦，佢嘅能力自然就會發揮到位，大家就實現咗價值互換咯。嗱，處喺呢個象限嘅員工咧，我唔要求你要幾用心，點解？從佢要錢要待遇嗰一刻開始，你哋之間就係赤裸裸嘅勞動力買賣。佢能力強，幫助到團隊添磚加瓦，係嘛？你俾錢你付費係應該嘅。喂，職場太多咁樣嘅人啦，我唔一定認可你。我上班就係為咗嚟謀生啫嘛。你錢俾到位，我交足功課俾翻你。喂，互不虧欠，係嘛？但請你唔好黐去 PUA 我，出一份糧叫我做兩份嘢。尤其而家越係啲95後啊、00後咁樣嘅心態員工係越嚟越多嘅。你就咪知呢類員工同你掏心掏肺天長地久。只要你期待係佢可以解決嘅問題，俾到結果你，咁咪 OK 咯，係嘛？嗱，我再強調一次，只要用錢可以解決問題，就唔好走心啦。咁然後就係情緒問題啦。嗱，呢個咧就比待遇問題複雜好多啦。導致佢情緒差嘅，有可能係團隊嘅合作問題，亦有可能係團隊裏面嘅地位問題，即係級別問題啦。嗱，呢個就唔好解決。咁團隊問題就好個性噶嘛，唔可能調整一個團隊去適應佢一個人噶嘛。佢適應唔到，融入唔到團隊，你都幫佢唔到手噶，係嘛？嗱，呢個係一個好個人嘅問題嘅。但係假如係級別地位問題咧，嗱，呢個仲好，呢個值得你去探討一下。嗱，會唔會係佢嘅上級嘅能力其實仲不如佢咧？佢喺底下做嘢有啲委屈咗佢咧，係嘛？會唔會原來你對佢嘅評價、對佢能力嘅評估係評估低咗咧？低估咗呢個人嘅能力咧？會唔會呢個崗位限制咗佢嘅能力嘅發揮？嗱，假如係，及時調整，唔好顧及邊個，雷厲風行啲。嗱，我同你講，呢種調整往往會帶俾你意想唔到嘅收穫。嗱，分分鐘呢個人會直接跳上去第一象限，就好似千里馬終於遇到咗伯樂嗰種歡喜，因為你明白佢啊，你對佢肯定，先會做出咁嘅調整，佢就會感受到你對佢嘅重視、心存感恩，於是佢會用行動、用業績、用結果去報答你對佢嘅欣賞，咁就 fit 晒啦。哦，係喎，嗱，講到呢度咧，不得不提醒一下，第一象限嘅員工咧，如果佢得唔到你嘅信任，得唔到你足夠嘅授權嘅話咧，亦即係話佢冇足夠嘅發揮空間同自由度嘅話，分分鐘佢會跌翻落去第四象限。呢個時候咧，你可能誤會咗佢，你認為佢變咗，開始同你講條件啦，開始同你耍情緒啦，恃才自傲、斤斤計較係嘛，開始係發脾氣，咁你就理所當然將佢歸喺第四象限咯，係嘛？嘗試直接可以同佢去做交易啦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佢同第四象限嘅原生員工係唔一樣㗎，佢哋唔係一種人嚟㗎。即使你去提薪，即使你升佢職，都係治標不治本，遲咗一日佢仲係要離開你，因為佢係第一象限嘅原生員工，佢要嘅係信任，佢要嘅係授權，佢要嘅係發揮，係自我嘅價值嘅認同，明唔明白？呢啲係刻喺佢骨子裏頭嘅性格嚟㗎，你收買唔到嘅。嗱，你睇下上面係咪講中咗好多你哋經歷、你哋嘅教訓啊？相信好多管理者唔係被管理者都有共鳴嘅。嗱，呢個就係領導力嘅藝術。管理本身就係一門學科，一個優秀嘅管理者就要懂得去歸納、去總結、掌握規律。喂，你用千人千面嘅方法去管理，你可以帶幾大嘅團隊啊？係嘛？嗱，邦哥一直倡導咧就係複雜問題簡單化。管理雖然有千差萬別嘅情況，但只要你揸住核心，揾到要旨，就可以化繁為簡。嗱，好好學習呢個態度能力嘅呢個模型，一定對你哋有幫助嘅。嗱，再有煩到你哋嘅管理問題係咪？隨時可以揾邦哥，仲係嗰句幫得就幫，落課。